依家可以網購嘅東西越嚟越多，理由係便宜或選擇多樣。除咗一啲涉及保護動物、象牙擺件、鱷魚皮手袋，防止寄生蟲傳播，未經煮熟、冇經營牌照批發商嘅豬肉或逃稅、香煙產品，基本上衣食住行都可以郵購。不過十分重要就係要有正確嘅收貨地址。細胞製造各種蛋白質，有一啲蛋白質要送達細胞表面，有一啲蛋白質要送到線粒體，另外一啲蛋白質要分泌出細胞。所以蛋白質必須有一個地址，就好似喺網站郵購，如果冇地址，點能夠送貨？呢個概念係咪好明顯？紐約市有一間非常有名嘅大學叫洛克菲勒大學，其中一位教授 Gunther Blober， 佢證明新鮮製造嘅蛋白質都有一個標台叫信號肽 Signal Peptide， 幫助細胞送貨到粒線體、細胞表面、細胞外表。佢喺1999年攞到諾貝爾醫學獎。有一個叫內質網壓力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，ER Stress， 正係地址出錯，以致蛋白質記錯。